由踏入士嘉堡 Kings Cross Country 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好似加入咗一支精英團隊。無論係邁出第一步，每一步，你背後永遠都有一班為你而設嘅可靠團隊。佢哋用心、專業同你一齊衝，一齊贏。你唔單止係客人，係隊友，係夥伴，係被全力支持嘅贏家。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 與你並肩作戰。從冇到有，靠一雙手。聽見你係連接我哋屋企同世界嘅聲音，我想為佢起一條橋，將世界拉近，最甜蜜嘅責任。好似你咁，父母係聾啞人士，而你聽同講都係健全嘅，都叫高達。我想令佢閃閃發光。閃亮的西瓜，12月13號起，星期六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閃亮的西瓜係由美源染髮劑 One Push 贊助播出。係幸福，係愉悅，係刻骨銘心。當味蕾被感動，就係咁奇妙。Jarvis 敏奕連同新一代日本食神威先生，尋遍關西隱世食堂，念念不忘嘅美味，新鮮直送。感動味蕾美食餐廳100強關西篇，12月15號起，星期一下午4點2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熒幕八爪魚8汁咁多爪，今個星期首先同大家回顧下溫哥華華姐答謝晚宴，再有林詠嫻專訪，之後會去多倫多欣賞聖誕花園夢幻夜嘅燈光奇景，仲有節日限定嘅聖誕節日快車。星期日晚7點40分，熒幕八爪魚。